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史提宅急便嘅史提啊，今日好難得咧，收到發展商嘅邀請咧，率先帶大家睇一睇呢個薄扶林道86號 G 屋嘅全新裝修單位。同埋咧，今次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呢個薄扶林道86號咧，佢呢一個別墅啊，每一層咧都有4.5米樓底高嘅，即係有好多屋咧，其實都係得個客廳咧有4.5米啊，或者再高少少嘅樓底啦，其餘去到房間咧都係得翻可能3.12米度。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好特別咧，因為佢每一層客廳去到睡房啦，去到主人房層咧都係4.5米高樓底嘅，所以咧個空間感係好足夠。同埋都想講翻咧，因為呢個天際嘅泳池大屋咧已經係最後一間嚟㗎啦，咁所以咧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盡快約我過嚟睇下啦。如果想攞更多嘅資訊，歡迎留言話俾我聽，同埋記得 follow 我史提宅急便啦。下集見，拜拜。